常被火焚燒，何笑何歡喜？黑暗所遮蔽，何不求光明？恆常、被貪等11種火所焚燒，你們為何歡笑呢？為何歡喜呢？被無明黑暗所遮蔽，為什麼你們不尋找智慧的光明呢？貫此粉飾像，骨堆蒼孔身，病腦眾思量，無有久存者。看吧，用衣物花蠻等裝飾的，如畫像般的，由300塊骨堆成的，常有病痛苦惱的，被眾人各種思量的，這個有9個蒼孔的身體，不可能永久地活着。此色身衰老，病巢易朽壞，腐臭身會壞，生命終將死。這個色身會衰老腐朽，是一切疾病的巢穴，易朽壞，腐臭的身體會毀壞，因為一切生命最終皆將死亡。猶如葫蘆瓜，秋天四散氣，此等及息骨，見此有何惡？就像在秋天丟棄散落各處的葫蘆瓜，這些丟棄散落各處的如鴿子般灰白色的骸骨，見到了他們，還有什麼可樂的呢？此成骨所見，塗抹以血肉，內臟老與死，傲慢及抹因，用血和肉塗抹着300塊骸骨所建造的城池，在那裡面藏匿着衰老和死亡、傲慢和抹殺他人的恩德。聖色黃鏈必殘壞，而身體亦會變老。善使之法不致老，善使與智者確悅。用七寶等裝飾的黃鏈必然會殘壞。此外，精心護理的身體也會走到衰老。但佛陀等善士們的9種出世間法不會走到衰老，受任何損害。這是佛陀等善士們和智者們明確地宣閱的。此廣聞之人，如公牛生長，比為長肌肉而不增智慧。孤陋寡聞的這個人，就像公牛一樣衰老生長，他只增添肉，他卻不增長智慧。菩薩坐在菩提樹下，於日落時分降伏魔君後，於初夜時分得宿住隨念名，於中夜時分得天眼名，於後夜時分基於悲憫有情而以順序逆序思維緣起，於黎明時分證悟正自覺，並說出數百千諸法。初成佛時感慨而悅的此義偈，在生苦故，尋找造屋者不獲而流轉許多生輪迴，已建造屋者不再造家屋，你諸全皆壞，屋頂已倒毀，心已離行作，已淨諸礙盡。在三重腹地投生很苦故，我尋找着建造稱為自我之家屋的貪愛工匠，卻找不到，於是許多百千生輪迴中一直不斷流轉。我現在由證得一切之智而見到了建造家屋的貪愛工匠，你不會再次建造稱為自我的家屋，你的所有煩惱全子已被我破壞，稱為無明的屋頂已被我搗毀。我的心通過緣取所緣而到達離行作的涅槃，證得貪愛滅準的阿拉漢果。青壯不得財，又不修梵行，如頹喪老路，手無如乾塘。在青壯年不修行梵行，又沒賺得財富，就像在已無雨的乾塘邊的老蒼鷺一樣頹喪。青壯不得財，又不修梵行，我如離宮戰，空悲嘆過往。在青壯年不修行梵行，又沒賺得財富，就像從弓射出後掉落之箭，悲嘆着過去的吃喝玩樂享受而躺着。就像從弓中射出之箭，到達射程之後掉落，不會被撿起再用，只能躺在那裡為白蟻所住。同樣地，
虛度年華後，如今已無力東山再起，只能等待死亡的來臨。